兄弟平安，新年恭喜！咱来当甲出边的隔壁的人，咱甲伊拍一个招呼，讲新年恭喜！真欢喜，咱伫会知影就准备心来敬拜上帝。这是咱来练今日所要吟的诗歌。有一条咱较熟，有一条较青。对我本身来讲嘛较青啊。咱来看435首，圣诗435首，等咱大家来吟诗。这首咱较熟的歌。圣诗435首，咱过年咧唱的歌，咱请先做哈。来呀，这样做来唱来。咱大家来吟诗，感谢上帝过新年，世间日子真快过，今日天路着吉时。今日天路着吉时。咱也这应该拢足熟哦，看咱大拢唱了介好。咱来看第一首啊，这首检查有较青一寡哈，咱可能还较侪时间练这首。圣诗444首，祝你吊明河顶清楚，当愿主神听你，照你的话来活来信，并逼你做万有主宰，逐日气具换新，袂抵跋倒失败。咱请苏琴给咱弹一件。好，现在咱做来唱来。祝你吊面好点前走，等愿主心听你，叫你的话来我内心，免别你最把我主宰。大日去过我心，为的破都失败。咱个吟一遍，好来。祝你条面和条前从，等愿主心听你。叫你的话来我内心，免别你最把我主宰，大日去过我心，为的跋倒失败。来吟第二节。世所我每记的条片，当他干过高强，谁就烈叫乱心灵，听心无那改变坚强。阮家也生是真，给天抗议心灵。咱吟第三节，我心经好成多所行，做该好英勇强。
心的愿着下心，加倍康康过无助命，三万莫可惜错，也看出我的诺。第四站。祝你高台湾所的罪，无论但多罪悔，烈焰干掉保护英雄，万万莫天涯把勇梦。是给最高模范，有小功德万转。这咱拢已经准备好，这时咱若有手机咱甲伊关震动，咱准备今仔的敬拜。我的心心着俄勒上主，上主我的上帝啊！你至大，你用尊严、威严做衫穿，你用光做外衫穿。你铁开天，亲像在打布棚；你伫水顶安置宫殿的牛。你用云做车座，用风做石碑。你用风做使者，用烟火做炊烟。你将地下伫地基顶。互地永远袂摇掣。做伙来吟圣诗俄勒上帝，圣诗第435首，等咱大家来吟诗，请大家起立来吟。
心出万民容我心，救主呀我信心，因你刚受的罪，救主我救主心，救主我救主心。我因经历我经过，你可主给过心，谁那听了我的，也不明你我最心，也不明你我最心。请咱由原徛地，用许多圣经来做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人内受苦，顶42个死，埋葬龙应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那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兵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共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就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搁来交托启文第66篇，启示录22章，我来替大家来引。启文第66篇。我是阿利法甲阿米加，将灯泡洗清去，遐个人真有福气。遐个狗类惊写出的、淫乱的、害死人的、拜偶像的。我耶稣已经找我的天使，我是大卫的君，是伊的后裔。圣神甲新娘拢讲来，喙焦的人就来。为这的事做真迄位讲。阿门。主耶稣啊，请来，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是阮的爸，阮是卑微无路用的奴仆，阮谦卑诚心来感谢你，因为你赏赐恩惠，互人主款待阮，也赐福阮，互阮万百姓。阮感谢你的创造，你的保护。佮将今世逐项的福气赏赐阮，只是你知影阮会常常犯罪，离开你的真道，浪费你的恩赐，常常袂记得你的慈爱。总是主啊，求你互阮会晓为着一切的过失，心中的见笑甲忧愁，求你怜悯阮。恳求你教示阮知影通怨负阮的歹，洗清阮一切秘密的罪恶，赦免阮的罪。佮保守阮安分守己，照你的福音来行起一切圣善的事工。伫阮软弱的路途中，互阮得到坚强；伫阮困难中引带阮。我靠你的圣恩，补助阮一切的欠缺，还是对信徒成做一个门徒，去宣扬你的福音，互通世界知你的道路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我求你听我求，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听我恳求的声。献歌对背用诗篇第23篇来学乐。供他上帝的话记载伫列王记下第2章第1节到第12节。列王记下第2章第1节，耶和华要用光雷风接以利亚上天的时，以利亚甲以利沙对决甲去。以利亚甲以利沙讲：“你车踮遮，因为耶和华找我去必提你。”以利沙讲：“我记用我的耶和华甲你的活命来救抓，我无要离开你。”两人就落去必提你。伫必提你遐个先知的学生出来见以利沙，甲伊讲：“
耶和华今仔日要处理的老师离开你去，你知嘛？伊讲是，我知，恁无做声。以利亚甲伊讲，以利沙啊，你请踮遮，因为耶和华找我去耶利哥。伊讲，我基用我的耶和华甲你的活命来救抓，我无要离开你，因就到耶利哥。伫耶利哥遐个先知的学生就近以利沙，甲伊讲：耶和华啊，今仔日要处理的老师离开你去，你知嘛？伊讲是，我知，你无做声。以利亚甲以利沙讲：你请踮遮，因为耶和华找我去约旦。以利沙讲：我基用我的耶和华甲你的活命来救抓，我无要离开你，因两人就相甲去。有先知的学生50人去，远远徛伫因的对面，两人伫约旦河边咧徛。以利亚摕伊的外衫卷起来，拍遐个水，水就分相平，两人行打底过去。过去了，以利亚甲以利沙讲：我要要受处离开你去，我要甲你做啥物？你哪着求？以利沙讲：求你将感动你的神，互我相分。以利亚讲：你所求的恶德啊，总是我受处离开你的时，你若看见我，就要得到；若无，就袂得到。因伫行咧讲，忽然有火车火马隔开因两人，以利亚就坐光咧风上天。以利沙看去就叫讲：我的爸啊，我的爸啊！以色列的战车甲伊马兵啊！后来无阁看见伊，就摕家己的衫来拆做两边。老牧师今仔日要传讲的信息，传讲的信息是交棒起杯。咱同齐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是需要帮助的人，感谢你欢喜帮助阮，踮伫新的一年，阮通继续军队你。愿主用你的话进入阮逐人的心，帮助阮，互阮领受恩典，互阮知阮怎样学习你的款式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那这来平安，又完过一摆，大家新年恭喜。我想大概有足侪兄弟姊妹对外面转来，今仔日咱嘛有侪人出外。台湾逐年就是这个时刻，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，因为开车道足恐怖的。以往来讲，旧年阮拢过年了，开车对苏花公路一路要转去台北，阮就开始看，因为阮是颠倒病的。我们以前都从台东开苏花公路上台北，所以相反过来。看边仔就知影讲，今年大概阮会当算，即台车踮伫遮，所以开到花莲吼，爱几点钟才会到。我们以前就算得出来，这台车现在在这里，所以它大概要开大概要几个小时才到得了花莲。今年来到离西部了，我就开始想，所以今年我到底要安怎开车？因为从来毋捌拄过，要对南部去北部的经验。今年我就开始在想，我好像从来没有遇过要怎么从南部开往北部的经验，所以嘛开始在问，大概人到底拢安怎开的？所以我就开始在问说，对，所以我们大家到底都怎么开的？今仔下晡起哩到底是，要踏到什么程度？到底今天下午要上台北会塞到什么程度？会赴暗暝踮伫厝诶食饭无？开始在想，那到底今天晚上来得及在台北吃晚餐吗？那我就这面对毋捌拄过的经验，其实咱是需要敲碎别人的斗相共的。我们在面对很多自己没遇过的经验的时候，我们会想要寻求别人的帮助。所以，迄个别人的经验，以及有经验的人，怎样教导后一个无经验的人，这是重要的。所以，一个有经验的人如何去教导没有经验的人，他是非常重要的。有当时踮伫公司内底，毋知咱有拄过交接的经验无？我们在公司当中肯定会遇过很多交接的经验。每一个人交接的经验绝对嘛拢无同款。每一个人你会遇到交接的经验，可能也都不一样。咱咧看电视的时阵，定定拢会看一个较
夸张的方法吼。我们在看电视节目，常会看到一些比较夸张的表现，就是一个新人入来公司，先摆就安怎，摕一大堆资料来到伊的桌仔顶，然后，砰，以后交互你啊，拜拜。我们在看电视常会看到类似的情景，一个公司的菜鸟进来，然后就有一个公司的长辈，然后拿了一堆资料到他的办公桌，然后砰，然后就交给你了，以后再说了。唔知咱安怎面对交接？圣经内底这段交接的经验是真特殊的。圣经当中，今天我们读到这一段交接的经验是非常特殊的。咱来小来读一下吼，两个人的名爱确定一下哦。我们要确定一下两个人的名字，伊利亚跟伊丽莎，两个人就行了，所以会定会读唔对。以利亚跟以利莎，下面人是老师？确定一下，伊利亚是老师，以利亚是老师，伊丽莎是学生，以利莎是他的学生。当迄日，先知以利亚已经完成上帝交托伊的使命了后，上帝要用光雷风甲伊直接上天啊！当那一天以利亚完成了上帝所交托所有的使命之后，上帝要用旋风接着以利亚升天了。伊利亚带伊家己这个学生以利沙对吉甲出发，要去到上帝备办的所在。以利亚就带着自己的学生以利沙，要从吉甲出发，去到上帝所预备的地方。第六章，老师甲学生讲啥？在路上，老师跟他的学生说什么呢？你留伫遮吼，上帝吩咐我到伯特利去。他告诉他的学生说：“你就留在这里吧，因为上帝吩咐我要到伯特利去了。我会当教的，拢教；你应该学的，嘛大概拢学会晓啊。所以你应该会当开始承担新的责任嘛吧。我能教的都教了，你要学的也都学了吧。所以你应该可以完成接续上帝要给你的使命了。未来都交给你啊，未来就交给你了。结果这个学生讲啥？结果这个学生说了什么呢？我不爱。这个学生说：“我不要。我基因我的上帝甲你救助，我绝对安怎无离开你啊！”这个学生就指着永活的上帝以及他来咒诅说：“我发誓永远不要离开你。”所以就对结果开始行，两个人一路行去到伫伯特利。所以他们就从了吉甲一路走到了伯特利。迄天上帝要接以利亚离开的代志，毋是干那因知，其实所有的人拢知，因为到遐有一群先知学生，有一群先知拢全部走出来啊。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在很多人都知道了，所以来到那里之后，有一群先知们跑出来见以利沙。这个先知甲以利沙讲：“你敢知？今仔日上帝要甲你的老师接去啊呢？”他们又跑出来告诉以利沙说：“你们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今天上帝要把你的老师接走了。”结果以利沙上面回应：“卖讲话，你卖出声。”以利沙要告诉他的这群以利沙告诉这群先知们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们不要说话。”过几拜，过来啊！以利亚过要去对。再接续着下一站又来了，以利亚要往下一站去。以利亚阁对伊的学生讲：“你留伫遮，上帝吩咐我即马爱去耶利哥。”以利亚继续告诉他的学生：“你留在这里，上帝要带领我去到耶利哥去。”结果同款，这个学生阁安怎？这个学生阁，我不爱走。我继续，我基因我要花甲你的活命来救助，我绝对无要离开你。他继续再一次的发誓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上帝跟你来发誓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。”所以佫赶快剧情又来了。因佫去到伫耶利哥，遐佫有一群先知佫走出来啊，佫讲：“你知无？今仔日上帝要甲你的老师接。”所以他们又去到了耶利哥，然后去到那里又发生一样的事情。以利沙佫继续讲：“我知咱拢莫出声，
以利沙说：“我们知道，但是我们都不要谈这件事。”搁继续来，搁继续过来要去对啊。以利亚搁甲伊的学生讲：“啊，你踮遮啦，摇花找我，要去到的约旦。”老师又继续告诉他的学生：“啊，你就在这里就好了啦。耶和华又要带我到约旦那里去。”结果咧，学生搁安怎？袂，我嘛是袂走，我要继续跟对你。结果这个学生还是继续不愿意离开，继续跟着他。那是照今仔日，唔知咱若是老师拄到这款学生，你有啥物反应咧？如果你今天是老师，遇到这种学生，你到底该说些什么？有当时咱可能会讲，这叫做安怎？爱考爱对咯。我们这好像遇到一个死缠着不放的学生。后，但是因就继续，这个老师带学生继续行，一路一路到伫约旦河边。他们就带着老师带着学生，继续去到了约旦河边。踮伫河的边啊，发生什么代志？在河边发生了什么事？以利亚脱伊的外衫卷起来，用伊安怎拍迄个河水，水都分开，然后两个人对水的这边行到另外一边花。就在那个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以利亚脱下了外袍，卷起来拍打那个水，水就分开，两个人从这边走到了那边。看到这里想到啥？看到这里想到了什么？看到这咱会想到，重新想起伫迄日，上帝怎样带以色列人经过红海。看到这一幕，会让人想到，到底在那一天，以色列人如何在上帝的带领之下走过了红海，经过这条河，要讲一个新的世界、新的身份要开始。走过了这一条河，到了那一边，诉说着新的世界、新的身份将要开始。老师钟圣问以利沙讲：“当我要和上帝接起进前，你要爱什么？”老师终于问了他的学生，说：“我要被接去以前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以利沙安怎回答？以利沙讲：“求你将感动你的心和我相分。”以利沙说：“请把你的能力加倍的赐给我。”这个学生所期待的，不是干那交接，是我会当继续做上帝的工作，然后是安怎相陪的祝福啊！这个学生所要期待的事情，不只是接棒，而是一种双倍的祝福。伊对家己的使命有期待，以利沙对自己的使命有期待。伊的老师以利亚也已经完成受交托的任务，他的老师以利亚也完成了他所要交托的任务。但是踮伫这个时刻，以利沙对以利亚讲：“请求你将感动你的心和我相分吧。”就在这个时间点，以利沙对以利亚的要求是：求你把加倍的能力赐给我，使我成为你的继承人。以利亚安怎回答？这个要求真恶毒，这个要求是恶毒，但是如果你若看见我，当我受处离开你的时，你就要得到；你若无，你就得袂到。以利亚回答是：这是一个很难的要求，但是如果你看见我被上帝接去，那你就会得着；如果你没有看见，你就得不着。一切的财物，一切的技术，拢会当教，但是老师有一项代志就歹教学生的是啥物？一切的知识技术其实都能教，但是老师在教学生最难的是什么？是生命典范要安怎传承下去。真正最难教的事情是那个生命的典范如何的传承下去。这真歹用教的，这个很难用教的。伫这一路上，两个人计做伙行，老师带伊的学生一点一滴咧对话，一点一滴咧累积。在这一路上，从这里走到那里，又从那里走到了新的一站。两个人一起走，
一点一滴在累积，一点一滴在诉说，到底上帝踮伫这一路上，伊做了什么？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上帝做了些什么？因继续讲，到迄个时刻到了，他们就继续这样子一面走一面谈，到了那个时间到了，忽然间有火车火马隔开因两人，以利亚坐光雷风上天啊！忽然就在那个时刻，有火车火马来到了，以利亚就乘着旋风上天了。以利沙看见啊，以利沙看见了，以利沙看见啊，讲我会背，以色列的战车甲伊的马兵啊，就在那个时间点，以利沙看见了，他高喊着说：“我父啊，我父啊！”以色列坚强着保护者啊。对迄点了后，以利沙无够看见以利亚。就从那一天之后，以利沙不再看见以利亚。老师将伊的棒子交接给伊的学生啊。就从那一天开始，老师把棒子交给了自己的徒弟，刷来就飞上天啊，再来就飞上天了。老师是飞上天啊，但是这个学生呢？老师是乘着旋风上天的，但是这个学生呢，伊敢不是要准备要起飞嘛？但是对这个学生来说，他同样的也在预备着要起飞啊！伊也做伙备班，要准备迈向上帝怎样将迄个双倍祝福加伫伊的生命中间，互伊经验，伊怎样甲以色列人要继续行伫上帝恩典中间。对以利沙来说，他同样要起飞了，而这个起飞是他要不断的去见证上帝如何将那双倍的祝福，要使用他的生命，让他能够带领以色列共同行走在恩典当中。这是因的交接，这是他们的交接。进入到伫现在的台湾社会，咱也面对，因为咱的年纪造成拢愈来愈大。进入到今天的台湾社会，我们也面对一个现实，因为高龄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。照咱现在的比例，差不多7个人内底1个人超过65。照我们现在的比例是7个人当中有1个人要超过65岁，但是踮伫未来的10年以来，咱会继续升悬，到伫至少5个人内底1个人超过65岁。很快的，在10年之内，我们会面对，我们将在2025年进入5个人当中有1个人超过65岁。所以咱拢知影，囡仔愈来愈少，今年死亡的人比出世的人更较侪。所以我们知道孩子越来越少了。到了今年，死亡人数超过了出生的人数。面对这个状况，咱要安怎解决呢？面对这样的实况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解决呢？有人就讲，把老人的标准搁向顶管提就好啊。有人就会说，把老人的标准再继续往上提高就好了。65岁即马是上年，无搁继续提到，无提到70，无至少搁提到75，安尼比例看起来，较无遐尼严重。好像很多人就开始讨论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老年人的标准继续往上拉？65岁好像以前觉得是很老，可是现在可能要拉到70，甚至75岁。伫这个过程中间，咱嘛开始在想，所以我应该爱交予少年人啊。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会不断去想，我们应该交棒给年轻人吧。但是因为少年人愈来愈少，咱会开始面对讲，有足侪责任来到伫少年人的时，到底安怎会当担所有的问题啊？我们会遇到一个困境是，如果所有的责任都要交给年轻人，而年轻人比较少，到底年轻人怎么去扛这些问题啊？咱就很实的，因为踮伫咱年纪超过65岁这辈的人，咱平常咱一般人拢有几个兄弟姊妹？我们超过65岁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家庭大概有几个弟兄姐妹？至少4个以上嘛，至少4个以上啊。但是到我这个年纪咧
3个讲已经济啊，大多数剩2个。到了我这个年纪，3个已经算多了，大多数时候只剩2个。啊，比我更较少年呢，再比我年轻的呢，比较现实了。有一个就爱拍婆啊，甚至有足侪是无囡仔，甚至有足侪人嘛要不敲吹就对象。有很多人没有只有一个孩子，有很多人没有孩子，有很多人也没有对象。所以咱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是安怎？未来的人一定比现在更较少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面对一个问题：未来的人比现在还要再更少。但是咱若是一直将交接的这件代志，一直甲眼光看伫事务要安怎交接，遮的物件，遮我所做的代志安怎交接，咱必然会拄到挑战。所以我们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：如果我们的交接永远只是事物的交接，我做的这些事情怎么交给年轻人，那一定会遇到。过去咱是足侪人，家己一个人做家己的工作就好，但是即马干那一个少年人必须爱经4、5个人的工作，所以我们必然会面对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过去我们是好几个人，个人做个人的工作就好了。可是当这些工作交给年轻人之后，年轻人就要面对他一个人要担4、5个人的工作。咱足管是将交接看伫代志的交接、任务的交接。我们很容易就把事情放在事情的交接以及任务的交接，敢若关心讲代志敢有做好无？我们常常不自觉的去把事情放在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做好，袂记你讲后壁的人要经的到底有偌大。我们常常只关心事情有没有做好，而忘了后面的人他所要承担的责任到底有多少。当未来的世代咧看到新的问题的时阵，其实无人敲吹得到要安怎解决啊。所以当未来的世代正在看着他们未来社会发生的问题的时候，他们会发现，我好像从来都不知道怎么解决。今年我进前有一个日本的团队去到台东甲关的教会，踮伫遐咧对话。在1年多前，有一个日本的团队去到台东跟我们对话。这个日本的团队是对因的所在叫做富山，对富山县来的。因的病院的院长就甲我讲，无说你知阮富山县内底高龄的比例是偌济无？咱们又看没有？我们那个富山医院地区医院的院长来到教会当中问我说，牧师，你猜猜看，我们富山县高龄化的比例是多少？我会记得迄个时阵，伊甲我讲的数字是39%。他那个时候告诉我的数字是39%。就恐怖的，10个人内底已经4个超过65岁啊！已经10个人当中有4个超过65岁，所以这个病院的院长以及踮伫社区内底遮的医师、护理师，因做伙咧想一个问题是：到底要安怎照顾遮的老大人？医院的院长以及社区当中的护理师，他们共同在讨论怎么去照顾社区当中这一些老人。但是因会来到台湾有一个原因，因讲，阮已经甲所有医疗的方法用到，阮无法度啊。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，有一个最大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承认医疗的方式已经不管用了，已经到极限了。所以因甲台东遮医生讲，因咧想的是检采除了病院以外，需要其他的专业。艺术是这个专业，他们开始在想着，除了医疗以外，要其他的专业进来了。他说，艺术会是一个专业。过来，为什么要找我？因为讲宗教是这个需要介入的专业。他也告诉我说，宗教是一个需要进入的专业，都是踮伫未来这个世代需要无同款的专业做伙连做伙啊。他不断在分享说，在未来这个世代，需要各样的专业是更紧密的合作，咱才有法度去面对新的世代所带来的问题。
我们才能够去面对新时代所要带来的各样的问题。因为这些问题，自人类到现今无人度过。因为这些问题从有人类到现在，我们几乎很少遇过。除了古早的时阵，因为迄个传染病缘故，致到足侪人死亡了后，咱的经验拢是人口一直咧增加的，咱毋捌经过人口会减少的时代。因为从过去除了那个传染病太严重导致死亡人数暴增以外，我们过往人类的经验多数都是人口在上升，而很少遇过人口要减少的时代。所以若是安尼，教会徛伫这个时代，咱会拄到什么问题？所以如果是这样，教会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会遇到什么问题呢？大概人拢愈来愈唔敢讲，因为照人口比例，头一个牧师上辛苦的事的是啥物？人会离开，因为最直接对教会来说最直接的就是牧师在未来一定会很辛苦，就是越来越多人会离开。甚至有统计资料讲，这个数字到2040年才是最高峰。这个死亡数字到2040年才会是最高峰的时候，安尼就恐怖的。咱若是认为现在个别礼拜已经足济啊，都毋是上济的时阵，一直到底2040年才是上关。我们现在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现在我们都已经觉得告别礼拜好像蛮多的，可是高峰却会落在2040年。在这个过程中间，教会会面对什么款的转变呢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教会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转变呢？教会需要交接，教会需要面对交接的问题，但是咱有当时啊，拢是用职务甲事工来交接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我们的交接是以职务以及事工在交接，也就是讲，牧师对牧师交接，长老对长老，执事对执事，主教老师对主教老师，会长对会长，咱拢是用职务来交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会面对到的问题都是以牧师对牧师、长老对长老、执事对执事、主日学老师对主日学老师、会长对会长，而且还有事工对事工的交接。我过去安怎走，所以你现在爱安怎走。还有包括事工对事工的交接，我过去做了哪些事情，所以你再来也要做哪些事情。老实讲，咱逐间教会，所有的教会拢是用事工来交接。老实说，所有的教会在面对的事情都是以事工在交接。虽然咱拢会当讲足大声，人较重要，咱是用人的性命来交接，但是实际上发生的代志是事工对事工的交接。虽然我们都讲得很大声，认为大家一定要用人的生命彼此在交接，可是现实遇到的问题是我们真的是用事工对事工在交接。拢是过去安怎做，所以现在我一定要安尼做，因为我即马若是无安尼做，干嘛我会受到足大，无一定别人的压力是家己心内底的压力。有的时候就是那种过去怎么做，所以我现在一定要怎么做，而这个过不去的常常是我们自己。过去现在不一定要这么做，但是我们内在会有一种压力。咱必须爱谦卑向上帝讲，面对这个新的挑战，我是无法度的，我需要谦卑去敲吹上帝，你要安怎带路？我们必须很坦诚自己的错误。也必须谦卑的向上帝祷告说，求上帝帮助我去面对要进入新的时代的时候，我能够怎么样顺服你的带领？而且这个顺服是安怎？爱会记你以利沙所讲的是啥物？求你互你的神安怎双倍赐予我？而且是那种从顺服上帝、谦卑的认罪之后所诉说的，求你把加倍的祝福加在我的身上。所以，那个应允，上帝应允是什么？所以，上帝的应许会是什么？上帝应允是，不是干那交接，不是代志交给你那样，是人愿意承接使命了后，会有那个加倍的祝福，加倍的。真正发生在咱的生命中间，
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，上帝的应许是会有那个加倍的祝福在未来的世代当中，会有那个加倍的能力在我们面对未来的挑战。这是高讲，这是一个交接，所以重要的是在这中间，咱信用的典范怎样传承到后一代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信仰的典范如何传承到下一代，和后一代所学习的，不是事工，乃是咱这代安怎认真敬畏上帝，怎样服侍上帝。所以让下一代能够看见的事情，不是上一代所做的什么事工，而是上一代如何敬畏上帝以及服侍上帝。和这个信用的传承到伫新的一代，新的一代勇敢承接了后，感动的神的双倍点伫因的生命中间，让这个对下一代的期盼，因为学习了信仰典范之后，我们有双倍的祝福，不断的传承下去。咱需要给每一个人敲吹学习军队的空间。我们需要让每一代的人找到一个可以学习并且跟随的空间。在过年前有一个少年人，伊来找我。在过年前有一个年轻人，我古早辅导的学生，伊来找我讨论伊的未来。他来找我讨论他自己的未来。伊是一个学迄个资讯的，但是自伊开始工作到现今，伊唔捌做过资讯的工作。他是学资讯，但是他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做这一行。我咧问伊讲，为什么你不爱做？我就不断的问他说，你为什么不想做这件事？伊就讲，我伫伊的印象内底，伊的记忆中间学资讯的人工作拢就辛苦的，然后日暝拢颠倒病，身体就早都怕歹。他就告诉我说，因为他的印象当中，他看到的那个印象是，学资讯的人就是日夜都颠倒，然后身体一定会打坏，所以自伊毕业了到现今，伊拢无想要做这件事。所以从他毕业之后到如今，他从来都不想要做这件事。咱会发现，伫伊印象中间的迄个记忆，会传承到伫现在所爱做的选择。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个印象当中的记忆会让他不断的传承下去，影响他的选择。所以伊做过就这书，伊做过，伊去公务单位做代志，嘛去学校中间做代课老师，甚至后来又去做保险，他又去公务单位做工作，然后后来又当代课老师，后来又跑去做保险。到底上尾伊伫失败了，迄天来甲我问讲，到底我要安怎行？他一直都觉得一直碰壁，之后跑来问我说，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做？我讲到上尾讲，你有发现你的特质无？讲到最后，我就问他一个问题：你有发现你的特质吗？你有学资讯诶，为什么你也学资讯？我就问他说：你有发现你为什么会学资讯吗？就我对伊的了解，伊就是一个脑筋就直的人。就我对他的理解，他就是一个脑筋非常直的人，所以伊嘛无就这经验怎样跟人接触，所以他其实跟人接触的经验也不太多。我就问讲所以你这个特质，你搁要做老师，不是就辛苦的，搁来搁要做保险，你逐工拢爱跟人讲话，你嘛做了就艰苦的。所以我就继续跟他聊说，你这样的特质要做老师确实有点辛苦，然后再来更不要说还要去做保险，你要不断的跟人讲话。写到伫后面，其实我嘛无回答，我嘛唔知过来伊会安怎选择。但是伫这个过程中间，观众一直在敲吹上帝要安怎带，但是我们没有给答案，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讨论上帝你要怎么带领。自过去到现在，我陪足侪少年人在敲吹因生命的道路。从过去到现在，我陪了非常多年轻人在寻找他们人生的道路。有另外一个少年人，伊一开始想要读神学院。又有一个年轻人，他一开始想要念神学院，因为伊踮伫大学的时阵信主，得到
团契出福音队到伫庄卡服侍，所以伊开始咧问一个问题：到底去到伫偏远的所在服侍，是虾米人得到利益？我就陪这个年轻人，他在大学信主，然后他大学跟着团契到乡下出福音队。可是在这个出福音队的过程，他一直在问，到底出福音队是谁得到益处？因为安尼，伊开始在想，我敢会当长期拢屈伫一个庄卡踮伫遐服侍嘛？所以他开始在想一件事情：我们能不能够就一辈子花一段长的时间，就栽在乡下，在那里服侍？啊，伊毋是自细汉踮伫教会中间长大的，所以足侪事拢是头一摆，伊无法度准备好，所以伊就是面对新的挑战，就开始就积极去学习，就积极去服侍。他不是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所以很多经验都是第一次。他就不断的遇到挑战，他就赶快去学，赶快去感受。但是伊有这个现实的问题，但是他有一个现实的问题，要读新航医有这个现实。要读神学，他有一个现实的问题，伊是厝内底的孤囝，他是家里的独生子，第一代的信徒。啊，伫迄个时阵，妈妈身体足歹，一直出入家访病房，一直收到病危通知。在那个过程当中，他是家里的独子，然后又是第一代信徒，妈妈身体不好，所以他常常需要进出医院。我咧甲伊分享讲，可能恁爸爸需要工作，但是除了你以外，无人会当照顾恁妈妈。我就跟他分享说，爸爸需要工作，目前这个阶段除了你以外，没有人能够照顾你妈妈了。所以伫迄个时刻，伊暂时，阮咧讨论了后，伊暂时无去读神学院，伊选择返去厝诶，陪伊的妈妈一段时间。所以从那之后，他暂时没有去念神学院，他回家陪他的妈妈一段时间。到现在，伊投入一个新的专业，到现在他投入一个新的专业，伊对土地有热情，伊对环境有热情。他对土地有热情，他对环境有热情，所以伊投入踮伫这块土地的需要。伊甲我分享讲，工作毋是工作，伊感觉这个工作是使命。他投入这个土地的保护之后，他告诉我，他发现工作不是工作，而是使命。伊期待透过伊家己所做，会当建立甲人、甲土地、甲上帝的关系。他期望通过他自己建立跟人、跟土地、跟上帝的关系。我唔知影未来伊会去考神学院无，但是现在伊是行伫上帝交予伊的使命中间。我不确定他未来会不会念神学院，但是至少在这个时间点，他投入在上帝所交给他的使命当中。有另外一个查某囡仔，伊来到伫庄卡。伊讲伊要有新的学习，伊自细汉到大汉拢无啥会晓读册，所以伊就来到伫庄卡，感觉讲只要会当帮助人就好啊。也有一个女孩子，她从小到大，她就说她不会读书，所以她就说她来到乡下跟我们一起服侍，她看看上帝到底要她做什么。甲伊做伙同工了，我发现伊真正就袂晓读册。跟他一起同工作，我才发现，他真的很不会读书，真正就袂晓读册是，伊算物件拢算袂出来，这个数量到底偌济，他会算不出来到底这个数量是多少。啊，甚至咧算钱嘛，人要来看伊咧计接人要来买物件，伊安怎算拢算袂着迄个数字。我真的就看他有人要来买东西，他怎么算都算不准那个数字，我就体会讲，你真正。袂晓读册，我就跟他分享说：“你真的不会读书。”当伊离开的时阵，我甲伊讲，但是我想到，我看你对人的热情，有一条路我介绍你。但是当他要离开的时候，我跟他分享说：“我看你对人很有热情，有一条路你可以试试看，也当去做照顾老人的工作。”我就跟他分享说：“你可以去做照顾老人的工作。”伊听入去，后来到伫家己。伊真正去考照服员的执照，嘛一考就考着。
他听了进去之后，他去嘉义，然后开始考照服员的执照，他一次就考到，而且到伫机构内面咧工作，然后之后呢，他在机构里面工作，到现今，伊既然咧进修社工的在职专班，到今天他居然跑去进修了社工的在职专班。迄个时阵我就讲，原来你唔是袂晓读册。那个时候我才会发现说，原来你不是不会读书，是只要人无敲锤伊生命的热情的时阵，伊唔知影过来要做啥，而是人没有找到他内心真正的使命的时候，他就没有理由他接下来要做什么。所以踮伫教会内面，其实咱拢学习一件事。所以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学习一件事：怎样款待咱身躯边的人？我们怎么款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？这类款待意义是啥物？到底什么是款待的意义呢？天主教的神学家卢云神父伊讲，款待是一个互人自然而然踮伫这个空间内底经验转变，这就是款待。天主教的神学家卢云这样子说，他说款待就是让人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头自然而然的经历转变。这个空间被安怎创造出来？这个空间会怎么创造出来？就有以利亚跟以利沙，就从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，一个老师跟伊的学生做伙经验交接，做伙经验上帝的心。是一个老师跟学生一起在经验那个交接，一起经验上帝的灵的同在，互迄个生命的灯环刻条伫每一个人的记忆中间，让那个信仰的典范刻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。所以咱唔是讲我做这个事工就厉害，乃是因为我对我身躯边每一个信仰前辈看到敬畏上帝的款式。我们不是要塑造一群好像很会服侍的年轻人，而是我们能够从身旁每一个信仰长辈身上看见了敬畏上帝的典范。敬畏上帝，敲吹上帝踮伫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使命。敬畏上帝，找到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使命，咱就会当起飞啊！我们就能够共同起飞。翱翔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啊，我们就能够这样子享受上帝的恩典。愿上帝将这份呼召放在咱的心，因为上帝就把这份呼召放在我们的心里头，互咱会当交接，互咱后一代是咱敬畏上帝的典范，是咱忠心服侍主的典范啊！让我们能够传承给下一代的是那一个敬畏上帝的典范。能够忠心跟随主的典范，和每一个世代拢会当活出上帝的荣光，让每个世代活出上帝的荣光。咱同齐来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你互阮通组织做一会，互阮每一个世代的人，阮会当彼此踮伫教会内面，阮三敬拜、三学习，照着信仰的前辈。阮看见敬畏上帝的典范，照着少年人，阮也看见热情超吹生命意义的过程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每一个世代拢有你奇妙的恩典。愿你就祝福，踮伫每一个世代拢会通领受双倍的祝福，互阮踮伫未来要赢过现今。每一世代的阮的囡仔。阮的世岁，拢会当继续行伫上帝的路，荣光上帝的名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做伙来吟信息第484首，祝你调明核定清澈。
报答上帝的恩典，即是咱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。请坐。接续我来报告，请大家掀开《周报》第4页教会消息。教会消息第1点：春节期间2月10号到2月12号，办公室休假7天。今仔是初3，是联合礼拜，聚会时间是上午的9点。第2点，因为春节放假的缘故，2月7日、2月12日、2月14日本主日这3个主日的奉献的资料甲聚会人数的资料，拢伫2月21日的周报会刊载。第3点，巴克利圣经学堂2月10日、2月17日休困，2月24日后礼拜3会恢复聚会。第4点，109学年度第1学期的奖学金接受申请，正符合规定的学主干事来索取申请表，并检附顶学期的成绩单甲相关资料，以便审查。申请到2月28日截止。教界消息甲台岛的事项，请兄弟家己看。做伙来读本周的经句，我先来读一摆，请兄弟来读2摆。过去了，以利亚甲以利沙讲：我要尾受处离开你去，我要甲你做啥物？你敢着求？以利沙讲：求你将你的神互我相分。列王记下2章9节，咱做伙来读2摆。
过去了，以利亚甲以利沙讲：我要尾受处离开你去，我要甲你做啥物？你胆着求。以利沙讲：求你将感动你的神，互我相分。列王记下2章9节。过去了，以利亚甲以利沙讲：我要尾受处离开你去，我要甲你做啥物？你胆着求。以利沙讲：求你将感动你的神，互我相分。列王记下2章9节。好，咱有完最补充的报告，就是迄个咱教会顾苏木川兄弟的，伊伫2月初10民主稳调，要定伫后礼拜六2月20的拜六早起9点，要伫殡仪馆的日验室9号遐吼来举行日验甲个别礼拜，所以请咱也特别为木川兄的遗族来关心甲带祷。好啊，今仔日咱游园嘛有足侪兄弟姊妹转来到伫咱中间，所以有人甲我讲，新春礼拜无翕着上的吼。今仔日嘛会当继续翕一摆，所以嘛邀请咱若是家族有方便时间有方便，咱等下礼拜三以后会当留落来甲牧师做伙翕一张相，互我记得咱的面啊，至少我会当问讲，到底遮个人名叫做啥物？所以嘛邀请咱若是时间有方便，会当继续留来踮伫教会中间。好，做以上的报告，咱也会当彼此讲一声，大家新年恭喜。上营，请大家来吟圣诗第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因是线请牧师为咱祝祷，做伙起立来吟圣诗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。受上帝的祝福，但愿相处人仰望的上帝，就着咱大家对耶稣基督的信充满平安甲欢喜，照着圣神的气力，互咱得到满满的仰望，踮伫新的一年，要迎接新的祝福，对答到永世代。阿门。谢谢。